议员吴通良表示，六家国小特殊教育学生一旦有需要去活动中心2楼以上，登记拢需要学生来派。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，嘛避免危险，所以伫总日顺积极替该校争取设立无障碍电梯。预估大约600万的经费。对此，教育局表示，已经向国教署申请，9月嘛核定439万，希望有教业做到3楼。那3楼的先补助400万，结果阮报价的时阵，伊核定是439万，所以伊是有希望讲咱是做到3楼。当然，这物价物调是不是？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是有够，无够，这个部分阮会来了解。因为有另一所学校也是曾经2楼呢，400几万的2来发报备出去，好几次，应该你知道哪个学校？所以希望讲你去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伊是9月刚核定啦，所以这阮尾后会来含迄个设计，含迄个专家做来研究希望这个部分既然核定咱来赶紧甲做好啦。好。同款伫教育经费争取，议员吴通良嘛为林凤营国小活动中心的空调等设施努具，只需要大约580万来更新。强调若无改善使用，会真可惜。对此，教育局长回应，虽然该校是100人的小校，嘛会照顾，不过会思考未来使用的功能如何增加价值，来向中央争取。咱的新闻，阮是杨顺怀采访报道。